好多人以為衰老係必然，但科學發現佢其實係一個可以管理嘅過程，就好似保養部車，用心打理，狀態自然更持久。經常覺得累、體力下降，呢啲唔只係年紀大，更可能係細胞層面嘅5種核心變化喺度發生。一、端粒縮短，細胞分裂時染色體末端嘅保護膜會縮短，短到盡頭，細胞就老化。熬夜、吸煙會加速而力量訓練同補充奧米加3質有助維持。二、氧化應激，即係細胞生鏽，自由基過多會損傷 DNA。高糖飲食，壓力大加劇氧化，多食深色蔬果、藍莓則能夠抗氧化。三、自噬變弱，細胞內部嘅清潔系統效率下降，廢物積累引發炎症。充足睡眠、間歇性斷食同攝取薑黃綠茶可激活自噬功能。四、線粒體乏力，細胞發電廠功能衰退，導致異類記性差。有氧運動同補充輔酶 Q10 能提升能量產生。五、慢性炎症、長期低度炎症潮超破壞血管、關節同大腦。少糖，多食深海魚同橄欖油，補充益生菌同纖維，有助抗炎。了解呢5點唔係為咗對抗時間，而係明白每日嘅作息、飲食同運動其實都係為細胞健康投票。你揀得好，衰老嘅步伐就會放緩。咁從今日起，可從小事做起，試下早少少起身，或者每日食一份深綠色蔬菜，用科學認知指導微小改變，就係善待自己嘅開始。